2026年呢場由美國同以色列與伊朗之間嘅衝突啦，就引發咗能源危機啦。咁而對資本市場嚟講，到底有啲咩影響呢？邊啲板塊係會特別受到影響呢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講下啦。我哋先講下一啲最受衝擊，亦即係最高風險嘅板塊啊。嗱，呢啲板塊咧，因為成本飆升啦，又或者需求萎縮啦，好有機會咧會面臨嚴重嘅盈利下調噶。嗱，第一首當其衝嘅就係航空同埋旅遊業啦，呢個咧係受衝擊最深嘅板塊。嗱，航空燃油啦價格就翻咗倍啦，加上中東樞紐，例如好似杜拜仲有卡達啦，高達90%嘅航班都取消啦，航空股咧就面臨流動性嘅危機，甚至部分咧係需要政府紓困噶。第二個受衝擊最大嘅行業啦，就係汽車同埋一啲咧高耗能嘅製造業，亦即係喺生產過程中啦，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嘅產業啊。嗱，好似鋁啦、鋼鐵仲有化學，嗱，中東咧係鋁嘅主要生產地區嚟噶，電力成本攀升咧就導致全球多處嘅工廠咧都要停產。仲有就係汽車業啦，除咗供應鏈斷咗之外啦，消費者因為高油價同埋通貨膨脹嘅壓力啦，對於非必要嘅大額開支，例如買車嘅意願啦，都會大幅下降。仲有第三嘅就係科技板塊，尤其係 AI 同埋半導體啊。嗱，雖然 AI 咧係一個長遠嘅趨勢啦，咁但係短期裡面啊都會受制於啦電力成本上升啦，仲有咧卡達出口中斷咗而引致嘅氦氣短缺啊。嗱，仲有啦，戰爭通常都會伴隨住高嘅通貨膨脹啦，同時亦都會形成一個高利率嘅環境，呢個咧就會對一啲咧屬於高估值嘅增長型科技股咧係造成壓力㗎。仲有嘅就係一啲新興市場，其實影響都好大㗎，特別係對於亞洲一啲需要依賴能源進口嘅國家，例如啦，好似菲律賓啦、泰國，仲有南韓呢啲嘅地方啊。嗱，高油價咧就會令到呢啲國家嘅貿易逆差擴大，導致資金外流同埋匯率貶值嘅壓力啊。嗱，以上就係一啲啦受到衝擊嘅板塊啦。至於有啲咩板塊係可以受惠嘅咧？一般嚟講啦，資金主要都係流向一啲能夠對沖通貨膨脹啦，又或者可以直接從供應短缺中獲利嘅一啲行業啊。首先就係傳統能源同埋上游採掘嘅行業啊。嗱，呢個係最直接嘅受惠者。由於荷姆茲海峽封鎖導致供應中斷啦，好似 Reliance Industry 啊、ONGC 啊，又或者美國嘅頁岩油巨頭啦，都會因為油價嘅日價而利潤暴增嘅喎。仲有就係中油同埋液化天然氣啊，由於卡達供應受阻啦，北美或者係其他地區嘅液化天然氣出口商，例如好似 Cheniere Energy 啦，就成為咗歐洲同埋亞洲嘅救命草，估值亦都大幅提升啊。仲有受惠嘅行業啦，就係啲物流類嘅行業啦，郵輪同埋散裝輪雖然嘅風險係增加咗，但係繞道航行，亦即係避開咗波斯灣同埋紅海嘅話咧，就會導致咗嗰個航程係拉長咗啦。咁所以運費同埋保險咧，同樣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日價啦。相關嘅航運股咧，波動係會大咗好多，但係同時咧，亦都增加咗個獲利嘅空間啦。第三就係一啲航太同埋國防啦。嗱，隨住戰事嘅進行啦，軍火訂單、無人機技術同埋導彈防禦系統嘅需求咧就激增啦。相關嘅股權值表現咧都大幅跑贏咗大市㗎。仲有就係一啲避險資產，好似黃金同埋美元啦。黃金係傳統嘅避險工具啦，咁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啦，喺區域戰爭期間通常都會走強，去到對抗一啲新興市場貨幣啊。嗱，仲有一樣嘢投資者係要注意嘅咧，就係 stagflation 滯脹嘅風險啊。嗱，目前咧歐洲央行啦，仲有多位嘅分析師其實都已經警告咗啦，若果戰爭係拖延到2026年嘅下半年啦，全球就好可能進入滯脹 stagflation， 亦即係低增長伴隨住高通脹，到時咧就可能進一步咧導致經濟衰退噶啦。所以總括嚟講啦，目前嘅策略啦都係傾向於能源防守啦，同埋現金為王噶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。